每次高強度訓練後，唔單止肌肉會疲勞，免疫力亦可能會有下降嘅情況。但係其實有啲食材可以幫你加強免疫系統，令你快速恢復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款超級食材——有機紅蘿蔔，佢點樣幫你提升免疫力呢？一齊睇下。有機紅蘿蔔唔單止係一款美味嘅蔬菜，佢仲擁有豐富嘅營養成分，對提升免疫力超有幫助。首先，紅蘿蔔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， 而維他命 A 係免疫系統運作嘅關鍵，幫助強化你嘅免疫細胞，令身體能夠抵抗病毒同埋細菌。其次，紅蘿蔔入邊嘅 β 胡蘿蔔素係強大嘅抗氧化劑，幫助減少運動後嘅氧化壓力。高強度訓練會令你嘅身體產生自由基，令免疫系統受損，而抗氧化劑可以有效對抗呢啲自由基，減少炎症，提升免疫力。而且紅蘿蔔仲含有維他命 C， 有助於加快身體修復。做完運動之後，肌肉需要修復，而維他命 C 唔單止有助傷口愈合，仲可以增強身體嘅抗感染能力，幫你減低患病嘅風險。所以下次做完訓練，不妨試下食啲有機紅蘿蔔。無論係沙律、榨汁定係做配菜，佢都係一個超級有益嘅選擇，幫你強化免疫力，加快恢復，仲可以改善皮膚同視力健康。